如果你想喺2026年做新業主，今年可能係一個好時機。新年快樂！我喺度恭祝大家喺2026年心想事成，身體健康。我今日同大家回顧下2025年 Calgary 嘅房地產同埋對2026年嘅展望。2026年係我入行35週年，我喺呢度先多謝咁多年嚟對我支持嘅客戶，你哋嘅信任、你哋嘅支持，亦都係我嘅動力。我會繼續用我嘅專業同經驗去服務大家。今日我哋就講下2025年 Calgary 嘅樓市嘅回顧。咁我喺第三季嘅時候都講過 Calgary 喺2021年到24年期間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咁喺2025年我哋可以話係一個 correction， 就喺2024年6月到7月期間，獨立屋嘅基準價去到765500蚊。咁而喺2025年嘅首季同第二季咧，其實都 hold 住喺767000嘅。咁但係咧就去到12月尾嘅時候咧，係 drop 到726,900。咁個跌幅咧喺7個月裏邊咧係有5.22%。咁個跌幅咧其實都係由於樓盤喺市場係有沖失好多，係喺夏天同埋喺嗰個秋天嘅時候咧，都有3000到3200個樓盤喺市場，相等於係有3個月嘅供應。咁而至於 condo apartment 方面咧，最高嘅銷售價咧係喺7月到8月2024年嘅期間係341,300蚊，而去到3月份2025年咧係都 hold 住喺331,000嘅。咁但係咧就慢慢開始減落嚟，去到6月期間已經係328,400，而去到12月尾係303,600蚊。咁個跌幅咧係8.28%，由3月份開始。Condo 價錢嘅跌幅咁大咧，都係由於嗰個供應過剩，咁亦都有好多新嘅樓係供應出嚟。喺夏天同埋秋天嘅時候咧，喺市場上咧有4至5個月嘅 supply， 咁所以咧迫使到好多屋主咧係需要大幅嘅減價先可以係吸引到有一個 offer。咁而喺 townhouse sales 方面咧，咁喺2024年7月份嘅時候，嗰個銷售價去到係462,100蚊，而喺2025年最高峰都係去到454,800，喺12月尾係完成嘅係421300蚊，咁個跌幅咧係7.4%，由4月份開始。其實2025年係一個調整嘅年份，咁都無可厚非嘅。喺2021到2024一直4年嘅上升，咁喺2025年咧有一啲嘅調整係好正常。咁而呢個調整嘅原因都主要係樓市上邊係有好多嘅樓盤啦，無論係獨立屋或者 condo， 同埋亦都少咗人係搬嚟 Calgary， 咁所以咧屋主如果仲仍然係希望賣到一個好高嘅價位咧，可能會有啲失望。尤其是喺2023同24年最高峰嗰啲價位咧，好多時候都係因為搶屋嘅時候造成嘅。所以喺2025年，如果個屋主仍然係希望賣到2024年或者23年嗰啲高峰位咧，係比較困難。所以喺2025年咧，我哋普遍見到嘅情況咧，就係嗰啲賣價咧係一直咁樣喺度跌嘅。通常佢一開價咧好高，咁跟住幾個月賣唔到又跌價，幾個月賣唔到又跌價，所以逼使到咧有一啲屋係留喺個市場咧係3至6個月都未必一定賣得出。由於移民嘅數量減少，又或者喺第二個埠搬過嚟 Calgary 嘅情況亦都減少。而喺舊年 Imperial Oil 同埋其他啲公司係搬離開 Calgary， 呢個對 Calgary 嘅房地產都有好大嘅影響。加上市政府咧係實施咗一個 blanket 嘅 rezoning， 即係話係將嗰個城市規劃個密度加增，咁令到好多人都將佢自己個 basement 改裝成為一個 legal suite，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個供應量亦都會大增嘅。而家政府又喺度講緊會有油管嘅建設，如果成功嘅話，咁亦都會帶動亞省嘅經濟，亦都吸引到更多人會搬嚟 Calgary。我哋對2026年嘅展望咧，由於嗰個存貨量可能都係相應係高，而嗰個需求可能都唔係話好似2023、4年咁強盛嘅時候咧，我哋相信都會有一個調整，但係呢個調整嘅幅度可能比2025年慢一啲。啱啱過去嘅12月同埋而家開年1月份，我哋都 feel 到個 market 咧，其實仲係好相當穩健嘅。咁買家都仍然係出嚟睇屋㗎，喺落 offer 討價還價嘅過程裏邊咧，都比較進取嘅。咁所以賣屋嘅屋主咧，都要有心理準備，係要多啲嘅空間去調整。咁同埋咧，喺市場上咧，都可能會長少少嘅時間，可能賣屋嘅時間會係2至3個月。如果大家對房地產有任何嘅問題，又或者今年會考慮買屋或者賣屋，可以隨時聯絡我，打電話或者 email 都可以啊。多謝大家。